我这会儿听到了咕噜咕噜那种，我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是以整个一个喜马拉雅山脉为基础，为不会说话的生灵去发声，就是全世界都辜负你了，但你要相信大自然不会辜负你。那苏布营，那贾根因，西米亚很杰，公康桑。开始了嘞！好久不见，从高原来到平原，有没有醉呀？上去的好热，好热哟！热啊！可是今天还好降温了，你都没晒黑呀？防晒做得好。哎呀，这个要取经哦。杨旭和张丽娜，我与他们相识是在一场公益环保活动。这对志同道合的搭档已经扎根青藏高原10多年。他们一个爱拿起摄像机在风雪中追寻野生动物的踪迹，一个更擅长带着这些影像走进教室，走上讲堂。有很多危险的，它可能是在这个出发过程中，它没有这个足够的力量去否核。我们做这个高原上的自然影像记录的时候，可能也是再去持续的关注黑颈鹤的一个迁徙通道的一个安全。我们保护一只黑颈鹤的，其实背后就是在保护一个整个黑颈鹤的家庭。在过去的50年来，咱们的地球上的生命已经锐减了73%，所以我们呢就是想用影像、用镜头去给地球做一个记忆，去给这些物种去保留一份记忆。 We don't have seasons in my country. It's my first time to know about the snow antelopes. 然后就感觉他们就是非常热爱才会去干这些事情。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看一下或者去参与相关工作。记录自然影像，普及自然教育。张丽娜和杨旭带着团队，如荒凉草原上团聚御寒的点地梅一样，以协作共创的模式为高原生态的议题发光发热。除了珍贵的动物影像，还有上百名基层野生动物保护员的故事与点滴，也被他们的镜头记录了下来。这个季节，藏羚羊交配的季节，公藏羚羊大多导致死亡的情况很常见。为什么要想着去做这么一个工作？我记得是几年前我们在就是跟踪藏羚羊大迁徙的时候，我跟野保员是同吃同住同行，然后野保员就讲了很多他们小的时候父辈们给他的经验，然后还讲了很多就是他的家乡的这种生态的这种变迁，包括湖泊的这种变化。然后就让我觉得这些东西在课本上我没有看到过。当地可能他们从小看到黑颈鹤的时候，他们会唱一个歌的，大概意思就是黑颈鹤啊，请你伸一伸翅膀，然后你给我跳一支舞，然后好像那边的黑颈鹤就能有这样的感应。而且他们在救助野生动物、帮助野生动物的方面有很多的土方法，是在他们身上也没有。对，我就觉得哇，这个好珍贵啊。那么在这么多的人当中，给你们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人？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在深扎的有一个女野保员，一个女性野保员，叫吉宗。我第一次给她在做口述史的时候，她很腼腆，头上就是裹得很严嘛，只有眼睛。她是3个孩子的母亲，所以呢，她就是对这些动物们的那种心态就很像是妈妈对孩子。对，这就是吉宗。其实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女性，人家的手都是有可能冬天都会皲裂，然后脸也会皲裂，然后在这种环境下，海拔接近5000米的地方去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90后能看到她的这种热爱和眼睛里的这种闪闪发光，就是让我们觉得就是很了不起。这是
这句话我特别想对你们俩说，真的，我觉得就是，其实2位也是女性啊，作为女性的这样一个野外的自然的记录者，你们的劣势是什么？优势是什么？劣势就很多很多了，像我们的体能，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并不像男性摄影师一样能够攀爬得很快。是女孩子嘛，个子小，腿短，爬山的时候或者什么走路的时候会慢一些，就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会心里会有点微微的难过，就觉得，哎呀，我觉得自己可能跟同龄女孩比起来，要比她们显得要年龄大一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发现了就是最好的一个赏赐，是我们作为女性细腻的视角，我们去看野生动物、看植物，我们这种独特的这种视角。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感性的创作力。可能我们会走得慢一点，我们可能会更加的可能会发现一些他们那些走得快的人所忽略掉的一些细节。咱们试试听一下这个大树的心跳。我戴上耳机了。就是有点像石头掉落的声音，空的，咕噜咕噜那种。植物的生命体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我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我感觉它就是在吃东西，好神奇呀！它有心跳了。这就是这个红外设备，这是它的摄像头嘛。然后如果有就是动物或人出现的时候，它会自动会把这个记录下来。你现在是啥？我现在应该是个小马路。这就是我们的真毛蕨，然后这种真毛蕨，对，但是咱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类的俯视的视角，是吧？我想就是咱们可以试试用另外一个视角去看一看他和他的朋友圈。你看啊，趴着吗？就是我们要去拍摄动植物，首先我们得比他们要低，然后我们要真正的去表达对他们的一个敬畏。我突然感觉我是在一个森林里面。对，你看这个是它刚刚新生的，那在一个植株里边就能看到它的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是的。所以对大自然永远保持好奇。以交朋友和客人的心态融入荒野，针对动物们视觉、嗅觉、听觉上的敏感。张丽娜和杨旭在工作中尽量避免艳丽的衣装、化妆品、香水和无人机拍摄等等会侵扰动物的举措。经过多年的实践，他们总结出了自己独家的野外观察经验。不过，当他们以克制和尊重的心态更加贴近大自然的脉搏时，源于现实社会的困难却从未消失。你们俩有没有这种就是觉得特别崩溃、特别想流泪、特别想哭的这种时候有没有？会，肯定会有。比如说，就是说几个标签啊，就是别人有的人可能不理解我们的人，会给我们说什么“你怪我”。按理说你们找个班上不就行了吗？是吧？然后呢，也能够安安稳稳的。那这个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情绪，是吧？会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变化，会有。我以为你们俩没有。甚至说在荒野里，开着车的时候，然后突然想起来，就觉得心里莫名的委屈，然后那个泪水就会流出来，就是那种状态，我心里最难受的。有的时候会想到，梅朵的家人，想到我的家人，其实会有很深的这种愧疚感。就觉得你看梅朵因为我们的事业，她放弃了陪伴她的儿子，我的母亲给了我最大的尊重，允许我成为我自己，让我去勇敢的去做我自己。但是其实她也牺牲了很多很多，为我牺牲了很多很多。这时候就是会用什么方式来治愈自己呢？可能还是相对能就是有一股使命感，就不会放弃，就是全世界都辜负你了，但你要相信大自然不会辜负你。其实呢，也有一些欣慰，我们的家人是对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理解，
包括我的孩子，虽然说可能我陪他的时间没那么多，但是他跟他的朋友和同学们就经常会非常自豪地说，我妈妈在高原上在做什么事情，然后他也会经常把我们的这些故事去给他的朋友去讲。发现每一株小草它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生态位，只要有阳光，它也可以长出自己的样子。它也不一定非得要笔直的生长，它也可以有自己独特的造型和审美。大自然对于多元的这种包容，也是让我们人类去理解我们对社会、对我们身边人的这种理解和包容。在自然教育会上，我看到了他们拍摄的高原珍贵影像，包括藏羚羊夜间育幼与黑颈鹤栖息。这些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高原生态文化的鲜活样本，在他们的感染与怂恿下，我也不禁上台分享。这个叫做六长寿 ，Tirinangju， 不是说单一的一个物种或者说元素长寿了就可以长寿，它其实就是一个循环体，是和谐共生的。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我们国家，我们那边也就有这种地方，我们是邻居。We should ha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nhance our scientific research about how we can protect our animals, how can we protect our climate. 通过今天的了解，就感觉青藏不仅有这种神圣的一面，还有平易近人的一面，生命的一面。是否觉得放弃城市生活，来到高原做自然影像工作是正确的决定？是的。小藏羚羊被困于冰裂缝或雪坑，会放下机器不顾危险去帮助它吗？会的。会在拍摄过程中喂食饥饿的动物吗？不会。会。如果是我，可能会哦。回到城市的时候，最想念的高原美食是什么？拉拉，388。如果用一种青藏高原的动物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你会选择什么？我应该就是这个小鼠兔吧，忙忙叨叨，但是忙中有序。我跟他是住一个窝的土拨鼠，我们在一个洞里面。在一个洞里面。用3个词形容青藏高原在你生命中的意义：家乡、温暖、烙印。家园、故土，还有这个乡愁。我们也是有一个小礼物，这是我们的小雪豹。是的，太好了，太好了！来，是不是很可爱呀？真的好可爱呀！我也准备了礼物，小礼物哈。这个是来自高原的沙棘做的那个护唇膏，因为你们经常在高原嘛，然后我觉得好贴心啊。这个是